再来看立法院针对婚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，今仔进行最后一届的调研协商，预计这礼拜五会期结束进前会通过。反婚甲家长团体连续2天行上街头，要求讲要甲属家离婚的工具纳入管理，嘛要禁止看广告宣传，限制袂当卖予20岁以下的民众，来避免害着后一代。婚害防治法1月7日伫立法院进行第5届的协商，全国家长会长联名带头的过来的民间团体嘛来到立法院门口抗议，搁一摆强调因对家离婚甲家离婚载具爱受到管制的立场。他因咧食薰，因咧咧食电子烟，你知，拢伫咧桌顶下骹安尼食素，所以看了吼，实在这一招绝对唔通，迄真正会去害到这个囡仔。一个同学只要被他们吸引进去了，你可以想象这个班子里面会有多少同学就跟着一起抽烟了。这个是我们现在最害怕的事情。民间团体表示，应该分草载具做伙管，因要求针对20岁以下的少年人完全禁止家离婚载具嘛爱特别管制。另外，婚契的警示应该爱占85%的版面，所有分草的周边商品买进前，拢爱通过审查。前往立法院参加协商的立委讲，守护后一代的健康是调研的共识。加热烟纳管，载具纳管，还管2次。然后在后面的广告和年龄的部分，我们要限制，等同于烟品，禁止所有烟品载具，让20岁以下的年轻人可以购买，可以接受馈赠，可以接受促销。立委陆官表示，这回协商的结果应该会当让大家满意，希望真紧就有消息。记者麦小莹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